天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开发。那目前呢，在地震局呢，我们大概有设置了4座的小的滞洪池，大概它的滞洪量是1.18万吨的一个蓄洪量。那再加上它有配合了一个8.9 CMS 的抽水站体，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些站体可能还不足在应付我们在洗漱湾里地区的一些抽排水，所以呢，我们这边市府这边呢，大概自筹了大概4.55亿元的一个经费新建了一个30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我们大概可以有效的疏解这个洗漱湾里地区大概有115公顷它保护人口有800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排水防洪的一个设施。我想这工程完成之后，对于我们周遭地区的排水有大幅的一个改善。台南市南区洗漱湾里市地重划工程总面积大概有29.59公顷。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了重划后的住宅区跟观光特区以外，我们还取得了大量的公共设施用地。另外呢，这一区的重划基金我们会转出5.18亿，那补助水利局来做抽水站的工程。那最主要呢，就是要解决湾里附近呢地势比较低洼，以及重划区重划之后开发所产生的径流，那解决地方淹水的问题，那也为这个地方呢增添公共建设，包含了公园、开辟道路，还有停车场等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南区洗漱湾里地区因地势低洼，常受淹水困扰。近年来，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积极完成多项防洪工程。洗漱湾里市地重划厅20抽水站为洗漱湾里地区淹水改善工程的最后1里路。完工后，可进一步提升防洪能量，保障洗漱湾里地区市民居住品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很高兴来到这个湾里重划区的这个停20抽水站一方面有抽水站，一方面有滞洪池，一方面又有停车场，能够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那我想说，因为湾里洗漱地区常常比较容易淹水，地势也比较低洼，能够想办法有效治水能够让不要一雨成灾或一雨成淹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些抽水站的工程，或者是这个滞洪池的工程，都是这个用意。因此呢，我们很谢谢中央的补助跟我们台南市水利局大家将士用命，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减轻或减少，甚至完全不要让居民有淹水之苦。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连续14天举办公益点灯活动的台南大运动百会，今年特别甲台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打造唯一一丛原住民风的圣诞树，用原住民的图腾彩带做装饰，加上17个台湾原住民族定向装置艺术。由市长甲远东集团董事长等多位贵宾共同点灯。由台南大远东百会举办的圣诞公益点灯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4档，甲往年无同。今年主办单位特别甲市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来合作，打造全台唯一一丛的原住民风的圣诞树。会中除了邀请最萌的国军娃娃舞蹈表演。另外，还有山村国小的木笛，以及扎哈姆乐器的迎宾舞蹈，场面热烈。点灯仪式由着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以及市长黄伟泰等这位贵宾，手揢原住民文化中象征丰收的木锄，共同敲击倒数，场面盛大。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们1年1度再次看到我们远东集团的一个善行义举。这边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谢谢徐董事长，谢谢远东集团。好，谢谢。今年好像这个圣诞节来得特别快，并且呢天气也不够冷，但是到圣诞节这个节很要紧，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感情，我们对圣诞节来也是开始我们1年1度的这个庆祝圣诞，那么并且也是新年的很快的这个来临，我们要带着一种快乐一个心情 ，be happy， 那么让大家整年过了这么快，那么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呢，要有高兴，要有感激，然后要更重要的就是说要快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给我们永康区我们的原民小朋友。其实哦，我们台南市我们没有原住民的乡镇，没有原住民的区，很多都是都市的原住民好朋友，在台南有将近8、9千位哦，所以很开心。我们在永康的好朋友，哎，你看那小朋友好开心，哎，那跟徐爷爷挥挥手 ，OK， 对，所以说真的是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孩子不管是他们日常课业，或者是他们课外活动，或是他们的文化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谢谢远东集团，也谢谢许多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台南大远东百货结合国家的爱心，去年捐赠鞋和偏乡的学童，今年主题则是结合原住民风。市长表示，虽然台南市并无原住民的城区，不过真侪拢是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因此，主办单位今年嘛特别募集360双的鞋仔，分别送予永康区总共11间国小的原住民学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电台南营业处5号举行新卸任处长交接典礼，新任处长由台中区处的黄明顺接任，原处长柯敦贵则是调任嘉义区营业处长。交接仪式由台电业务处长监告，包括市长、甲多位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观礼。伫台电公司业务处长蔡志猛的监告，新任台电台南区营业处长黄明顺，对卸任的处长许敦贵处长接下应信，并且宣誓就任台南区营业处的处长。交接典礼包括市长黄伟哲、市府经发局的主秘，以及台电各区处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市长致辞时，除了感谢台电伫个电力的开发，甲供应民生用电的重大贡献。另外，伫个台南的绿能发电更加是全国第一，希望会用个加速2050年净零碳排的时程。我们很谢谢台电在这些年来对于电力开发，对于整个电力协助以及对于民生这么重大的贡献，而我们台南在发展绿电上也是全国第一。那大家知道 COP27 去年是 COP26 气候变化公约在今年度第27届年会里面就有接触了很多对于绿能发展的一个重大这个进程。那我们知道要确立在2050年净零碳排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国际社会必须要尽的责任，而台南市努力在尽这个方面的责任，感谢台电这些年来的全力的支持。离新卸任的2位处长对着未来南科甲沙仑科学城双引擎中心的供电可靠度，甲绿能的并网容量，伫个经历的努力下，现任处长嘛表示，将持续提供稳定的供电。那我们的高科技呢，除了半导体南科的半导体之外呢，半导体厂之外呢，未来更有沙仑科学城这样子的双引擎的一个都市呢，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少绝无仅有的。那敦贵呢，我想在这边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最后呢，
我想要表达的是感谢这几年来大家对我的协助跟包容。主要讲的双引擎的城市，因为台中有中科，台南有南科，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都市。所以在这边呢，我是希望呢，对台南整个的企业跟厂商还有用户呢，达到了稳定供电还有营造一个那个友善的并网尤其提供稳定电力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新任处长黄明顺做代是积极负责，重视员工的安全甲健康。伫台中区处时，就连续2档得到劳资关系特优的单位。希望未来伫带领台南的团队，嘛会用持续过去优良的传统甲绩效，并且持续稳定供电，发展绿能。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停办2档的农特联合开放日甲种苗节，4号伫台南农业改良场闹热展开，真侪业者拢到场设纳，行销家己出产的优良产品。其中，台湾绿洋生技公司特别展出绿麻烟尘、绿洋乌豆茶甲调酒等等特殊的产品，吸引大批民众。由畜产实验所甲农业改良场共同举办的2022农畜联合开发日，甲26届种苗节，伫咧4日盛大举行。现场数十间单位贩售自家出产的优良产品，吸引大批民众到场选买。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为活动宣传。农委会许多研究的成果，包括畜产类、包括农产类、包括种苗类，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借着这个开放日，可以跟民众做一个沟通，这是最好的。而且过去都是单独开放，有时候号召力这个1+1大于2，所以说这次联合开放日，我们已经看到现场万头钻动，人潮汹涌，可以知道民众很喜欢来畜试所，很喜欢来我们农委会的相关的研究机构。伫活动现场会当看到各种农特产业者前来摆搭行销。其中有一档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因的产品不论是养生茶饮，也或是保健品内底，拢有加入鹿茸，甚至连少年人爱啉的调酒也无例外。柠檬味比较重，喝起来蛮清爽的，很甘醇，很好，很顺。如果跟你说里面有加鹿茸，你相信吗？我喝不出来。台湾的水鹿、台湾梅花鹿是台湾原生的鹿科动物。那原来台湾的养鹿农民大部分都把鹿当作副业式的经营，就只有单纯卖个泡个生鲜鹿茸、鹿茸酒或磨个鹿茸粉。那台湾鹿茸公司呢，就是说长期在畜试所这边辅导我们从一个农民、农场，然后进阶到农产行，再进阶到生技公司。那把这个产业链做上中下游的垂直的整合，那把一个鹿的产业的文化做一个更多元的发展跟发扬。打得到台南地区杰出经理人新创事业奖的台湾鹿洋生技公司执行长林坤峰表示，进驻畜产所育成中心透过产官学合作，对着鹿只进行多用相关生物技术演化应用，提升鹿洋相关产品的价值性，将鹿洋产业带到新的蓝海。原来我们在养鹿的技术是希望说能够再有突破，所以跟畜试所这边开始先做鹿的人工生殖技术，把人工生殖技术发扬跟扩大，然后串联起来。那生殖技术发展的稳定之后呢，我们的产量开始走向规模化、经济化，而不是以往的只有做副业式的经营。所以我们开始做整个鹿产品相关产品的价值化。我们以养生的主轴，以价值的主轴，来把鹿茸产业带到一个更新的蓝海。林坤峰多年来带动鹿产业经济发展效益，已经扭转鹿场肮脏恶臭形象，一路行来得奖无数，第100档得到全国10大新农奖，108年得到台湾畜牧事业奖以及科技农业精创奖，109年得到台湾8大 MVP 经理人奖，110年得到台南优质农产品认证，111年得到台南地区杰出经理人创新事业奖。伊也期待未来国产鹿茸的优势，加上创意行销，让台湾鹿茸的演化成果会当备受国际市场认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地拥有高品质、尤其高海拔出产的地叶，更加是世界出名。
为了推广，予更较侪人知影，知名茶饮连锁企业特别创立全新的品牌，叫做高觉茶，主打高海拔、高品质的精品茶叶。第一间旗舰店就开伫观光客真介意的赤坎楼的对面。位伫咧民族路赤坎楼对面，这间白色外观有着几何造型的建筑，就是全台第一间高觉茶旗舰店。行入去店内，一简的装潢设计，并由专人介绍这个台湾高海拔出产的茶叶，和整个消费体验比干尊荣。创办人王贤明希望透过高觉茶成立，会当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的茶米，同时嘛当帮助到农民行销。一般茶饮店在使用的都是属于那个中低海拔的茶，我们这边的那个茶叶的话，都是来自于梨山山区，它最低的海拔有1600，它最高的海拔2400甚至2500公尺之间。这些高山茶，这是可能以前没有人做这样萃取的那种条件。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帮高山的农民甚至原住民朋友们在种的茶，来推广到我们的台南，我们的一般的那个的居民，甚至因为我们这边赤坎楼嘛，会有一些国外的那个游客，这样把我们的茶叶推广到国外去。店内除了有高品质的茶叶，另外也针对年轻族群的喜爱，推出萃取技术的茶饮，就是希望会当让更多民众品尝到这高品质的享受。我们现在这边除了有传统的泡茶的那个茶叶在贩售以外，我们也有那个萃取，让年轻人可以接受的。这边萃取的茶也用的都是我们高山的梨山茶。冷泡茶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现在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族群最容易接受的一种饮茶的一个方式。那茶饮不一定是可以当这个相关的一个主角，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配角可以去做一个搭配。那尤其是跟年轻人的消费族群能够接轨的话，尤其是以冷泡茶为主，那高海拔的这个茶区的一个茶叶，更能够凸显我们台湾茶的一个特色。高觉茶主打台湾顶级高山茶，特别选用专门出产高端茶梨山茶区，茶叶来源也是用大盘批发取得，而是向梨山茶农共同投入茶园客做。王贤明表示，这茶专程无靠他人之手，自产自制自销，一条龙方式。就是希望保障茶叶品质甲来源，让消费者领到上好茶叶风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
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伊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应用108课纲，鼓励学生多元探索。中嘉宽屏为108年开始，甲台北市5间顶尖的高中，包括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高、甲成功高中来做伙合作，开设微课程，让5间学校的学生会当跨校选修，使因的学习更加宽阔多元。中嘉宽屏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从建国中学前校长徐建国手中接下奖状，感谢中嘉赞助推动微课程。因应108年课纲鼓励学子多元探索，中嘉宽屏自108年起与台北市5所顶尖高中、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高与成功高中携手合作，邀请台大、台师大等大学讲师授课，让5校学子跨校选修，并且有机会探索不同课程，开拓学习视野。这次微课程，因为我参加的是相声的课程嘛，他一开始就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些相声相关的知识，像是什么抖包袱啊，然后也会带我们看一些段子，就是一些范例的稿。然后课程的尾声，我们要自己去举办一个相声的表演，我们要自己去筹划什么场刊啊、什么灯光那些都要我们自己去安排。确实很有趣啊，因为一般的课就是只会坐在教室，然后翻课本翻一翻，可是这种微课程，你就是可以跟各种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去上这些课程额外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表演或发表之类的，也是多一种经验啦。这次我的微课程是去长庚医学的初步见识课程，那主要就是去上体验长庚大学，那它会有不同医学系所的6种课程，那主要就是学到了很多医疗相关知识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对医学系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他也有带我们做一些体验的课程，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如果我们真的进了这个系所，我们可以去学到什么东西，做什么操作之类的。那我也会就更有方向的去决定说，我要不要去读这个系所。那这样对我的那个未来发想可以有更多的想法。我这次的课程是去阳明交大，然后他们的医学工程学院的弹性学习，然后里面大概内容可以分为医学放射系，然后还有医工系，然后还有生物检验系。还有什么光电研究所，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学系的范畴，然后还有浅谈一些专业知识。那时候我一开始会选医学工程，就是我蛮好奇医学工程在干嘛，因为我其实对工程是比较有兴趣的。然后就是在经过这门课之后，我是觉得我应该未来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除了台北5校，中嘉宽屏微课程也拓展到台南4校、高雄5校。108年至今，投注近1000万元，开设超过500门课程，满足学子多元学习需求，也为培育人才尽一份心力。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